喺茨卡瓦世界入邊，當中有個角色幾乎係所有人嘅安全感嘅來源。討伐排名佢係第一，佢孭住把劍，披住白色嘅披風，成日教啲後輩點樣可以變得更加強。佢就係海賊師傅。但係響今次嘅劇場版《人魚島的秘密》入邊，呢一個最強嘅師傅第一次俾人徹底打敗。今集我哋唔講打打殺殺，而係講一個更加深層嘅問題。當力量已經解決唔到問題嘅時候，最強嘅人究竟會變成點樣？而家先講一講平時嘅海賊師傅俾我哋嘅印象。佢係討伐排名榜最強嘅高手，劍上面有佢嘅標記，證明佢係曾經進入過頂級嘅行列。表面上性格係好嚴肅，有紀律，但其實好有人情味，會主動訓練後輩，會因為被小白佢哋叫做師傅而覺得開心，甚至會為咗啲限定甜品而改變態度。而喺平時嘅古仔入邊，海賊師傅其實係代表住一種信念，只要夠努力、夠強，就可以保護你想保護嘅人。而呢個信念令佢成為茨卡瓦同埋小白心目中嘅燈塔。而身為觀眾嘅我哋，見到佢出場，都會下意識覺得有海賊師傅喺度，點會有事啊？但係好可惜，今次人魚島的秘密入邊，連呢一座咁穩陣嘅燈塔都俾作者徹底拆咗。響今次劇場版入邊故事嘅開始，師傅已經係第一個察覺到張宣傳單張有問題嘅人，而呢一點相信係佢作為一個有經歷嘅強者本身嘅直覺。但係最後佢依然係跟咗去。有啲人認為，由於單張上面所寫嘅限定甜品對於師傅嚟講實在太吸引，但係我就覺得好大可能係因為小白同埋切卡娃想去，而師傅唔放心，所以先至跟埋去。但係無論邊一個原因都好，都暗示咗就算幾強嘅人都會俾唔同嘅外來因素拉扯，而做咗一啲自己都覺得有問題嘅決定。而當賽蓮出場之後，師傅好輕易咁就俾佢捉咗啦，連把劍都跌埋，自己又俾啲昆布綁住吊起，甚至乎俾賽蓮檢查埋，睇下佢有冇食過人魚。而呢一個畫面非常之關鍵。平時通常輕鬆對付奇美拉嘅師傅，用被救者呢一個身份出現。茨卡瓦嘅作者刻意令到最強嘅戰鬥力一早廢咗，目的非常之清楚。佢係想話俾大家聽，今次嘅古仔並唔係單靠打贏就可以解決問題嘅討伐任務，而真正嘅問題係力量解決唔到嘅嘢。而平時我哋所見到嘅師傅，佢係會識別威脅，用實力擊退對手。但係喺呢度，所有嘢完全失效，因為賽蓮並唔係師傅平時對付只係單純想食人嘅奇美拉，而係出於對同伴被殺害嘅悲痛同埋想復仇嘅海妖。而一葉同二葉嘅行為亦係出於想救最重要嘅人，而令到整件事件入邊包含咗愛、意外、復仇，全部嘢糾纏埋一齊。正所謂最鋒利嘅刀都會有生鏽嘅一日，應該係再鋒利嘅刀劍都冇辦法斬開呢一個結。而喺今次嘅劇場版入邊，師傅嘅轉變，佢唔係變弱，而係被逼面對一個更加深層嘅無力。平時佢可以用力量去定義自己，我能力大，所以我可以保護人。但係喺人魚島，力量變咗次要，而就算之後有戰鬥場面，真正推動古仔嘅並唔係師傅嘅劍，而係有其他嘅嘢。例如島二郎嘅自立，切卡娃知道真相後嘅沉默，同埋成個報復嘅循環，先至係故事嘅核心。而師傅嘅無力感同切卡娃自己嘅無力感形成一個對照。切卡娃係道德上同感情上嘅無力，因為佢知道真相，但選擇咗唔揭穿，因為佢再追問落去，只會傷害得更加多。但係師傅嗰種就係實力上嘅無力感，明明自己係最強，但係佢發現就算自己最強，咁又點？
都冇用。而相信切卡話嘅作者係想用最強嘅角色去證明一件事：響世界上有一啲問題已經超越咗強定弱、贏定輸呢一啲非黑即白嘅道理。當每一方都有自己嘅愛同埋傷痛，力量只會令到循環繼續，而並唔會令到循環停止。而海察師傅被吊起、被檢查、需要被人救嘅畫面，其實係成個古仔入邊對力量崇拜嘅解構。響平時，我哋都會習慣咗睇到強者出場就會覺得放心，但係當喺切卡哇世界裏邊，就算係最強嘅人，響真正嘅悲劇面前，都可能只係一個俾人玩嘅角色。所以響劇場版入邊嘅海察師傅嘅角色轉變，唔係由英雄變成一個失敗者，而係由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嘅人變成一個被迫承認自己有啲問題根本解決唔到嘅人。而呢一個轉變令到成個古仔變得更加真實，因為喺現實世界入邊，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遇到一啲相類似嘅情況。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明明已經好強，但係仍然有啲嘢自己嘅力量係改變唔到嘅。而海察師傅響人遇到嘅經歷，佢嘅無力感，其實係成個故事最真實嘅一面。如果你都覺得海察師傅呢個角色被無力化而覺得好特別嘅話，歡迎你哋喺留言區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嘅睇法。又或者假如你哋想我講多一啲關於切卡華人遇到的秘密入邊嘅內容嘅話，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俾我聽。多謝大家收睇深夜紅茶第2集嘅切卡華 Special。